慶教授，有請。首先我係要多謝桂順廖少珍邀請我嚟到佢哋呢一個國際版畫藏品展2025。1972年喺我嘅生命裏邊咧，喺我嘅人生裏邊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年份。我讀完書攞咗博士學位，翻嚟中文大學，翻嚟新亞書院，翻嚟藝術系教書。咁而1972年嗰年咧，邊個入學咧？有好多位啊，盧兆瓊都喺度啊，馬桂順啊咁樣。佢哋咧亦都係第一年入學。除咗上堂之外咧，都好多課外活動啦，包括咧嚟我屋企煮食嘅。咁咧就所以咧，我哋咧係建立咗一個好密切嘅師生嘅關係。而佢哋畢咗業之後咧，亦都轉化成咧亦師亦友嘅情誼，一直維持到今年第幾年啦？53年。我每一次諗到咧，我都感人嘅。馬桂順同廖少珍咧，都係藝術系嘅優秀嘅學生同埋畢業生校友。而咧，廖少珍好早咧就專一咁咧係以版畫為主，作為佢創作啦、教學啦、研究啦等等推廣啦嘅媒體。咁咧，馬桂順就唔同啦，佢咧比較花心，佢好多嘢都好叻。我最記得咧喺佢讀書嘅時候咧，我話你咁叻美術史，你不如專修美術史啦。跟住咧佢又中意創作喎，我做老師，你到底決定行邊條路啊？咁最後決定咩？2條路行。佢畢咗業，無論係喺教學啊、創作啊等等咧，都咧係延續佢對藝術嘅多面體嘅嗰個轉型，直到而家，佢唔單止咧係做版畫，佢做水墨、做彩墨，仲有其他嘅媒介，亦都有寫書，亦都有將佢嘅教育嘅心得咧係與學生咧係分享嘅。咁所以咧，佢哋兩位咧係香港嘅藝術圈中咧模範嘅夫婦啦，同埋咧中流砥柱。數十年一日咁樣咧，係腳踏實地，好低調咁樣咧，係從事佢哋嘅工作，佢哋嘅教學同埋佢哋嘅創作，而且咧亦都咧係持續半世紀咧不斷嘅。咁所以咧，我希望咧喺呢一度咧，佢哋會繼續呢一種嘅熱誠，繼續呢一種嘅努力咧，而為香港嘅藝壇咧作出咧不斷咧作出貢獻嘅。當我廖少珍話：高生，我有個藏品展啊，你幫我做主禮啦。我話你有咩藏品啊？咁樣將佢個嘴啊同埋作品嘅圖像傳俾我先至咧大為震驚。點解咧？因為佢哋可以喺咁年輕嘅時候，喺學生嘅時期已經立志要為創作、研究、教學、收藏咧作出開展。而今日咧展出嚟嘅66張咧，唔好以為係佢哋嘅藏品嘅全部喎。我問咗佢噶啦，不過佢唔肯講。不過都唔會少過200張。咁所以呢度嘅展出咧係非常之精要嘅。只不過咧，我就會覺得咧係裏邊咧投注咗佢哋非常大嘅努力同埋心思，唔單止咧係年輕嘅時候立志咧，係持續嘅累積，直到咧有今日嘅成就。咁咧可以講咧係一個典範。咁而咧係我睇完晒，剛才我行咗一圈，睇到咧佢唔單止咧，佢哋嗰個跨度啊係由1970咧去到2023年啊，一樣咧係有成半個世紀嘅咁長嘅跨度。當然在座個個都會明白嗰啲題材啦，或者係媒介啦
技法啦等等咧，都好包容咗，包括喺裏邊。數下咧，仲有咧係五大洲啊，都有作品嘅。呢個係一個好強大嘅國際版畫嘅網絡。咁咧而可以咧，以佢哋兩個人嘅力量咧嚟夠做得到。咁咧亦都顯示咗香港嘅藝術家所能夠發揮嘅國際嘅活力同埋動力。咁咧呢個咧我就要好衷心咧去恭喜佢哋兩位，同埋咧希望佢哋嘅咁有意義嘅工作咧可以繼續喺呢度咧。祝韓弘毅版畫工作室25週年有非常成功嘅呢一個展覽，而咧係各位在座咧係蛇年身體健康，如意吉祥，多謝各位。我哋多謝晒高美慶教授。現在落嚟，我哋有請弘毅版畫工作室主席廖少珍老師致辭。各位來賓，高教授，點解會有呢個動機去搞一個展覽呢？就因為咧，高教授咧就曾經同我講，我啲作品咧啲版畫要做翻啲記錄，咁所以咧我就都聽阿高教授嘅意見，咁所以揾咗阿 Wendy 咧幫我手整理嗰啲版畫咁由開始嗰時就記錄啦咁樣。咁後尾咧，我哋就整下記錄之後，發覺咦呢批嘢都唔錯喎，點解要收埋佢咧？所以咧就構思就呢個展覽出嚟嘅，揀咗66張精選嘅版畫咧，因為因為場地有限啦，咁頭尾都經過3年嘅時間㗎啦嚇，咁就喺呢個展覽嘅策展方面咧，我哋就分開凸版畫啦、凹版畫、平版畫、孔版畫同埋綜合版嚟到做一個策展嘅方式。咁此外就因為我哋都希望有啲教育推廣啦，所以就有一啲工作坊嘅配合。喺個展場最後嗰度咧都有自助版畫實驗等觀眾或者係啲家庭嘅親子可以加強佢哋對版畫嘅認識咯。咁呢個即係我哋係最希望係展覽之餘咧，就能夠將個版畫推廣開去咯。呢個係我哋今日嘅目的啦嚇。最後咧就要再次多謝高永教授，多謝高教授，多謝晒，多謝各位，多謝大家。I like it. I like the exhibition, partly because it's very varied. There's many different styles, different places of origin of the artists also, and different printmaking techniques involved as well. Yeah. 今次好多小朋友做完之後咧，佢哋除咗拎走，就留低作為一個我哋嘅記錄。你可以睇到咧，有不同嘅拓印方法。啲老師參觀咧都好中意睇呢啲介紹嘅普及版畫嘅方法我哋除咗介紹我哋收藏嘅作品之外咧，亦都希望推廣配合翻，即係喺中學同小學咧，能夠多啲咧去令小朋友咧認識呢個版畫。呢種咁嘅形式嘅展覽咧，推廣緊香港嘅藝術教育咧，更顯著對版畫嘅認識，咁透過版畫達到美術教育嘅目標，呢個我係謹此祝賀。